伫咧台北市的世新大学，今年新学期有一栋新的宿舍会开始使用，但是一个人大的套房一学期就要9万块，有学生感觉伤贵，甘愿伫其他所在睡厝。有民间团体认为，学校这是甲改建建筑这寡成本的费用转嫁到学生身上。 伫个世新大学后山，这栋大楼是今年才起好的生活宿舍，有加9个新学期正式启用，时间进入最后阶段。1楼大厅有交易厅甲休闲健身区，有单人、双人的套房，有配册桌啊、椅啊、3柜网络冷气冰箱。不过单人套房一学期5个月要9万，平均1个月要18000块，学生讲是真贵，根本带袂起。 真的9万块太贵，就台北住宿外县市的学生来说，其实负担很大，所以应该还是会到附近找房子租，这样应该不会住学校的，可能有点贵，对，是觉得有一点吗？还是太贵了。学校回应，生活宿舍真侪人伫咧问，定期情形也袂歹，宿舍定价采综合考虑。校内外总共6个宿舍，上俗的深期利息22900块，也为60学生保留优先登记的所在。除了世新生活宿舍，台北市大学宿舍费用比看卖，大概7900到43002。东吴大学单人套房72000，辅仁大学双人套房雅房一学期大约3万块，计小差不离多。 假设以1000块左右，但你住外面可以自己住。那有些学生他在 CP 值的考量下，他反而优先选择住外面。的确，教育部可能要开始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补助学校这边他宿舍在新建过程中的确遇到涨价的问题。虽然教育部今年提供大学每人宿舍补贴5000块，不过根本都无够，为少学生甘愿伫外口租厝。亲民协讲，政府鼓励学校修理也是起宿舍，应该予伊更加多支持，避免学校把成本转予学生。教育部是回应，宿舍收费调整应该邀请学生代表说明沟通，杜绝这争议。记者综合报道。